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今次嘅條例草案呢，係旨在為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之下進行必要嘅法律適應化工作，修訂回歸之前呢殖民管治下嘅一啲法律嘅寫法，以適應今日嘅運作同埋反映香港嘅憲制地位。為法律適應化作出嘅修訂同埋相關嘅修訂呢，基本主要咧都係涉及到技術上嘅一啲用語啦，當然亦都有一啲部分係背後嘅一啲理念。喺今次我哋嘅會議上邊呢，冇產生太多嘅爭議嘅地方。係嘅，呢項工作咧本應該咧係喺20幾年之前咧就進行，但係卻係因為過去政治上邊一啲嘅亂象而拖到今日先至開始進行。但係今次咧總算係邁出咗系統性工作嘅第一步。我嘅其中一個研究嘅同埋教學嘅領域咧係法社會學。我引用一下呢方面嘅角度嚟講呢，法律規範同政治以及社會現實之間嘅匹配程度呢，係法治嘅基石。法律作為社會管理嘅工具呢，佢嘅合理性同埋有效性，亦都取決於佢能否適應反映政治嘅實情同埋社會嘅發展。香港作為國家嘅特別行政區，國家喺1997年結束咗英國對香港嘅佔領行為同埋殖民管治。呢個道理同埋相應嘅價值觀，如果喺法律上邊唔能夠及時調整同埋適應嘅話呢，就會導致法律規範同埋政治以及社會實情脫節，傷害咗佢嘅約束力同埋實施嘅效果。保持法律嘅適應性，唔單止係可以維持社會秩序同埋公平正義，仲可以增強法律嘅可信度同埋權威性。此外，影響今次法律適應性嘅內容同埋涉及嘅條文呢，有非常之多。今次呢，只係一個開始。隨住重新擺正香港嘅憲制地位嘅寫法，涉及好多範疇都會有一啲嘅改變同埋變化。呢個呢，就要求法律呢能夠及時呢作出跟進，否則呢就會出現法律滯後於政治同埋社會現實嘅情況。例如喺政治規範上邊，我哋今次委員會嘅同仁呢都討論咗一啲嘅時間，就關於點樣使用內地同埋大陸呢兩個詞語反映香港同國家其他地區嘅關係。呢個問題呢，其實喺內地嘅法律文書規範係清楚嚴格嘅，因為地理同埋政治因素嘅唔同呢，內地同大陸用法嘅具體所指，隨住唔同語境以及係使用地點而有所不同。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應嘅規範概念係中國內地。例如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嘅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嘅安排，中央政府同澳門特區政府簽署嘅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嘅安排，發俾香港居民使用嘅證件叫做香港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呢個呢，係由於香港、澳門喺地理上與陸地相連，故此咧喺用法上嘅一個考慮。至於當提及台灣嘅時候呢，就會使用大陸或者係祖國大陸。例如發俾台灣居民使用嘅證件叫做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我國嘅官方媒體喺使用慣例上面係同理嘅，亦都係同樣嚴格嘅。喺提及港澳嘅時候，使用內地而唔係用大陸。喺提及台灣嘅時候咧，就唔會使用內地而使用大陸或者係祖國大陸。呢方面以及一啲其他，例如我哋如何更加準確咁反映同其他英聯邦國家關係嘅表述等等嘅一啲相類似嘅規範，正如草案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議員所言呢，政府亦都係急需同國家盡快咁釐清相關嘅用詞規範。法律嘅可信度同埋適應性呢，由法條嘅準確性同埋執行過程當中嘅公平公正性嚟建立。相關嘅準確性，亦都對法律、法治教育、提高公民嘅法治概念、法律意識以及係國家意識，增強全社會對於法律同埋香港憲制地位嘅尊重同埋遵守，從而促進法律嘅有效實施同埋適應社會發展等等呢，都係十分重要嘅。
希望通過今次嘅工作能夠撥亂反正，理順法律用詞同埋政治秩序嘅正確關係，促進涉及各個部門以及係各個局所負責嘅法律條文同埋法律制度未來不斷嘅完善同埋發展。作為本委員會嘅副主席，我發言支持2024年成文法規定條例草案，亦都期望各位同事嘅支持，亦都特別多謝律政司同事喺今次工作當中嘅專業工作水平同埋積極共同嘅工作精神。多謝主席。